呢度係打麻雀有時有靚狗同 OK 嚟啦，新一日嘅素材。唔係特別整齊啊，冇9索喎，摸對9萬先。終於都打晒啲翻牌啦，去邊揾到我嘅同款玩法？點左下角高高麻將，裏面仲有其他家鄉麻雀俾大家挑選。碰咗佢啦，太巧啦！個橋台唔喐喎，台都喐啦，咁叫啦，我打隻蜀將1索啦。OK， 白板子貓5隻馬嘅，第二鋪。摸對5萬，打埋隻翻牌啦，唔想扣啦。好，摸對兒童啊！而家碰過入個叫。哇，咁唔通打咗1筒先？我諗住碰咗可以直接拖6筒啊嘛。好咯，而家拖6筒咯。碰，咁吊詭啦。加速。自摸7隻馬嘅，第3鋪。好多翻牌嘅一隊。好，碰咗先，打隻1萬，而家入隻叫。白板，咁而家叫啦，叫2個卡窿。咁東出嚟嘅話，睇下邊個俾咯。以為係西添，今次真係西啦！換個卡窿5萬啦，憑感覺㗎咋。OK， 感覺啱咗啊！8隻馬嘅，最後一鋪。好，呢個牌唔錯吓，起手冇翻牌。我對都比較多。好，咁打個靚女，而家入隻叫。叫啦，叫3個對碰而家。哇，5索對碰，10隻馬㗎，點讚支 point 啦，拜拜。